美國聯儲局一如預期按兵不動，但內部分歧升溫，減息進程充滿變數，似乎已經由短線利好變成耐性考驗。嗱，既然大環境減息無期，業主想喺每月嘅供款裏面啦慳得一蚊得一蚊，可能就要學識喺本地銀行嘅按揭搶客戰中自救啊！嗱，先有大行啦帶頭破冰，將主流 H 按嘅回贈推高去到超過1%嘅心理關口。定按呢亦都傳出會同步加碼，低息啦兼高回贈雙管齊下，可唔可以抵消減息預期打折嘅影響呢？仍然有待驗證。銀行審批取態越嚟越積極，繼早前有按揭龍頭上調現金回贈去到最多1.2%，涉傳有其他大行跟風，連定息按揭都調高現金回贈。呢個現象咧，今年咧，我覺得咧就積極過舊年，因為始終咧樓市嗰個氣氛都暢旺啦。咁同埋加上咧個 HIBOR 咧比舊年咧真係落咗好多。咁銀行喺嗰個資金成本充裕嘅情況之下咧，咁佢有條件推出唔同嘅按揭優惠咧，去吸客啊，增加個市場效益。假如貸款額達到1000萬或者以上，3年定息計劃最新現金回贈增加去到1.15%，實際回贈金額由10萬蚊增加去到115000蚊，月供大約40700蚊。至於相對高息嘅主流 H 按，即時有12萬現金回贈落袋，比起定按多5000蚊。但係受限3.25厘嘅封頂息率，每月供款即時增加去到大約43500蚊。拉長3年計，定按比起 H 按着數大約15萬。定息嘅底係基於嗰個 HIBOR 咧係會比係1.43咧以上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呢個機會其實都大。咁但係當然會有啲可能有啲黑天鵝事件啦，令到嗰個儲局大幅減息係多過預期。咁係有機會嗰個 H 按咧都係會跑入翻。咁另外咧有一點咧，大家要留意咧，就係咧好多咧啲準買家去計算自己嗰個供款入息比率嗰陣時咧，佢會覺得咧，如果我係揀定按嘅話咧，我就可以用定息嗰個2.13咧去計算供款入息比率。咁呢個係一個錯誤，因為咧銀行計算供款入息比率咧，就算你係揀定按咧，佢都會用 H 按嗰個封底嚟。咁所以佢買樓之前咧，要睇自己個入息夠唔夠。莊錦輝又提醒，選擇按揭計劃嗰陣，唔應該只係睇表面息率，唔同嘅身份背景同埋現金流要求，最終嘅最佳答案或者會完全唔一樣。咁第一咧就係國防專才啦，即係頭先都所講咧，就香港銀行咧今年咧都開始係想吸納多啲嘅國防專才咧去申請。咁有啲中小銀行咧，個別中小銀行甚至咧係可以出到咧係1.6%現金回贈嘅一啲國防專才。有第二類人士咧就係一啲咧需要咧用到個高息掛鈎戶口，即係 mortgage link 嘅人士咧。因為定按咧最大嘅缺點咧就係佢唔提供嗰個 mortgage link 戶口。但 mortgage link 咧對於一啲如果係資金現金充裕嘅又想投資嘅買家嚟講咧，其實係較方便。